今年台南中国城运河新转关公地区，将以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公开招商，预计权利金至少为市库再来15亿外效益。面对这款台南经济部的地点，议员沈振东伫地研究的工作报告却相当烦恼，是雷声大雨点小，要求积极招商。我们是希望有大型的百货公司、商场、outlet 或者是这个饭店业者来进驻。那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点非常的好，也曾经有饭店业者跟我们讲说，因为它附近这个目前关旅局的运河游船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和乐广场那边是有停一站。好，那他们觉得这个结合饭店跟游船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会更增添这个地点的一个亮点。好，那另外呢，就是透过新林安桥跟金华桥的部分，它往北可以连接到安平的商圈，往东的话呢，是可以到这个友爱商圈跟海岸路的这个商圈，所以它的地点其实是相当的好。是，我知道，所以因为相当的好之外，是我们也更担心说，因为上次我们邀集了市长也有出席嘛，那还有各个民意代表，我们就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您的这个部分就是变成雷声大雨点小，变成说结果不如预期的状况。这个我们还是要持续努力啦。中国城运河新转定位做商业观光的休闲特定专营区，属于大面积、马上地当开发的建筑用地，加上运河游船的优势，会当讲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但部分的地区3月29号地政局已经公告，预计6月29号开标。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